好来，过来这件是网络的诈骗。南投一个38岁青年，李奶甲一个美女来交好朋友，刷来这个美女就安尼甲洗，安尼甲牵，叫伊就投资汇1万块互伊。好你家在，拄到远景巡逻主动来了解，组织汇款，并且救回到1万块。一个38岁姓胡的查甫人，伫自动提款机的头前徛真久，哪用手机哪咧操作？中因分局公民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怪怪，随去关心。就是一边看着手机，一边操作提款机，一般这个就是民众被诈骗的前兆。那我们本所的巡逻同仁呢，于是上前的跟他一个关怀提问啊，才知道这位民众是加入了一个投资诈骗的群组。这个查甫人表示讲，最近因内有一个美女主动甲交好朋友，对方以要甲伊一种高利润的投资为理由，要求伊下载一种 App 要投资，依照指示去操作。警方判断讲这是诈骗，遂甲阻止，予伊1万块保掉咧。对方在赖的群组里面用美色，用类似说要跟他单身啊，要跟他交朋友，也教他如何的来投资理财哈。警方表示讲，诈骗集团大部分是用奶，也是用面册广告，先甲被害人开讲了出的信任，再介绍各种的投资方式，要求被害人汇款，呼吁民众一定要细致。